喂，喂，太太啊，我係阿 B 啊，婆婆啊，今日啊，頻頻去廁所啊，差唔多1個鐘頭去一次啊，成日整濕晒個梳化，同埋佢將一沓廁紙放喺底褲裡面啊。我問佢係唔係瀨尿，佢又話冇事喎，我好擔心佢有冇問題啊，唔知點算好啊。係啊，你唔使擔心，我會處理噶啦。我返診所問下護士，睇下有咩辦法可以幫到佢啦。拜拜。哦，陳姑娘，大小便有問題，有冇得醫㗎？梗係有啦，大小便有問題，最緊要揾出真正嘅原因，然後用針對性嘅治療，問題就會有改善，甚至消失添。哦，咁應該睇邊科啊？睇你遺科啦，我哋係專門處理大小二便嘅專科。哦，我奶奶咧就有小便問題啊，你好唔好幫下佢啊？冇問題，約個期，你帶佢過嚟，我哋幫佢睇下。哦，好啊，唔該晒。楊婆婆，我係你遺科護士，你最近小便係咪有啲麻煩啊？係啊，呢排成日尿急，一急就啲尿走出嚟，忍唔住就濕咗條褲。一陣間我哋會同你做一個全面性嘅評估，包括問啲關於你個人嘅資料，同埋做3個檢查，目的揾下係乜嘢原因，教你點樣處理佢，好唔好？好，唔該你。剛才所提及嘅全面性嘅評估嘅內容，包括就係過往嘅病史、內科、外科、婦產科同埋而家服食嘅藥物。有3個檢查，第一個檢查尿速測試，急尿嘅時候去儀器嗰度屙尿，婆婆嘅尿速正常，但膀胱容量較少。經過全面性嘅評估，楊婆婆係急切性尿失禁，佢嘅原因有4個。第一，飲水少。第二，便秘，婆婆蔬果食得少，活動又少，所以腸嘅蠕動就會慢，引致便秘。第三，膀胱容量少，正常老人家嘅膀胱容量至少有200毫升以上。第四，將廁紙放喺內褲裡面，廁紙濕咗，會因皮膚就會熱住，一來唔舒服，二來會引致尿道發炎，增加尿頻。以下落嚟，我哋會講解一下骨盆底肌肉運動。首先，骨盆底肌肉係指平時用嚟引尿嘅嗰種肌肉，而呢個運動主要針對2種唔同嘅肌肉纖維進行訓練，分別為快速纖維同埋慢速纖維。快速纖維嘅訓練意思指迅速咁樣收緊，隨即放鬆嗰種肌肉。呢個動作中間唔需要停頓，重複呢個動作進行10次。而慢速纖維訓練就係收緊呢一組肌肉，維持5至10秒，然後隨即完全放鬆，大概10秒，重複呢個動作10次。骨盆底肌運動係包括以上2種訓練先為之一組，而每日要做3組㗎。呢個運動嘅姿勢都相當靈活㗎，練習者可以根據自身嘅情況選擇以下方式。一般佢哋都會採取坐姿或者站姿進行嘅，但係對於一啲初學者或者未能掌握技巧嘅老友記，佢哋可以試下平躺姿勢，即係話將雙腿屈膝仰臥，好似拱橋咁樣嚟進行。呢個姿勢有助於身體更容易尋找到掌握正確嘅發力點。喺產品選擇方面，我哋就唔建議用普通衛生巾。好多女士都會用普通衛生巾嚟吸尿，其實係大錯特錯，因為佢嘅設計其實係吸收黏稠嘅血液，並唔係尿液。尿液比較水狀，吸收唔夠快，所以好容易令到滲漏，當中亦都冇中和尿酸嘅功能，噏得耐咗會有陣怪味。至於廁紙就更加唔建議啦，因為濕咗水嘅紙巾會變成碎屑，黐住皮膚，容易引致感染，而且完全冇防流嘅作用。而專用產品例如尿墊或者尿褲就唔同啦，佢哋除咗吸力較強，仲有防漏貼邊，只要按個人需要選擇適合嘅大小，就能達到所需要嘅效果。
以下落嚟，我哋就會講解一下尿墊嘅使用方法。首先，我哋會將佢對接，再打開，期間微微向外拉開，將左右兩邊嘅鎖水邊微微脹起。呢個動作好重要，因為佢係用嚟鎖定尿液，防止滲漏嘅。而放嘅位置，男士同女士用嘅尿墊其實都大同小異，而男士專用嘅主要係覆蓋排尿嘅部分，所以長度比較短，又呈倒三角形狀。當準備好尿墊之後，就可以撕去背後嘅貼紙，將呢個尿墊安穩咁樣貼喺內褲上邊。當穿上貼有尿墊嘅內褲時，可以檢查一下尿墊嘅位置係咪覆蓋咗排尿嘅地方。如果係，呢個步驟就完成啦。請記得更換咗嘅尿墊一定要放喺垃圾桶。10個星期之後再返嚟覆診。覆診之前做2日小便飲水個記錄表，睇下有冇成效。如果第一個治療方案無效，我哋會考慮第二個治療方案，咁就係會做個尿動力學檢查，睇下需唔需要藥物治療。最後就係手術治療啦。有冇嘢唔清楚要問我啊？明白，冇問題。唔該晒啊，陳姑娘。好啊，咁拜拜。多謝你。拜拜。尿動學檢查係用嚟區分壓力性還是急切性嘅尿失禁，檢查過程約30分鐘。尿動學檢查分為2部分，第一係檢查尿速，儀器會量度急尿時排尿嘅速度，排尿後檢查殘餘嘅尿，分析膀胱排尿嘅功能係咪正常。第二部分係膀胱壓力測試，喺尿道同埋肛門插入導管，注入生理鹽水，觀察膀胱壓力，期間會要求檢查者咳嗽，如果咳嗽導致骨盆底肌肉無力，就係壓力性失禁。相反，因為膀胱過度敏感或收縮，產生突如其來無法忍受嘅急尿感，而嚟唔切去廁所，呢個就係急切性尿失禁，可能有需要藥物治療。壓力性失禁同肌肉無力相關，急切性失禁多與膀胱神經相關。整個檢查都唔需要麻醉，但係有輕微異物感或脹感。請記得檢查完成後要多飲水，以緩解短暫嘅排尿刺痛感。大小便有問題唔等於老人病，不同年紀、不同性別都會有同樣嘅問題。不過老友記比較容易有。根據外國文獻，4個長者就有1個有大小便嘅問題，所以大小便有問題唔使驚，唔使怕醜，揾專家幫下手，咁就冇愁啦。呢輯香港護理專科學院為你製作嘅專科護理3分鐘嘅演員，全部都係學院嘅院士嚟㗎。而所有學院院士都係專科部門裏邊嘅高級實踐護士，即係 APN。佢哋讀完註冊護士 RN 之後，要透過專科訓練，要累積多年臨床經驗，仲需要通過香港護理專科學院嘅專科考核，先至能夠攞到院士嘅資格㗎。學院嘅院士分別服務喺香港各區醫院，發揮所長，致力確保市民能夠接受到既安全又專業嘅優質護理服務。鍾意呢條片嘅朋友，記住要讚好同埋分享俾身邊嘅好朋友，仲要訂閱埋香港護理專科學院嘅頻道。你撳埋隔籬個啷啷，就唔會錯過我哋每一條片㗎喇。拜拜。